大家好，澳門市司警偵破一宗加重殺人案，涉案內地女子疑因感情糾紛，從內地攜刀入澳，殺害一名內地女外僱。司警表示，唔排除有人預謀行兇，經初步調查，事件懷疑涉及感情問題，初步排除金錢利益關係。涉案內地女子姓茅，33歲，報稱社會工作者。女死者30幾歲，內地外僱，喺澳從事教育工作。現場地下檢獲咗兩把沾有血跡嘅尖刀，刀刃長度分別係16厘米同埋10厘米。另外喺拘留犯嘅背包入邊發現咗一把未使用過痕跡嘅砍骨刀，刀刃長16個 cm。經過初步嘅屍檢，死者右後腦、頸部、左胸等部位共有超過30處嘅刀傷，其中左手嘅手指有開放性嘅骨折刀傷，胸口多處刺穿傷為致命傷。確切嘅死因同埋詳細嘅情況有待進一步嘅屍體解剖。案情指兩個人喺中學時期已經認識，死者喺舊年8月起喺澳門一間教育機構任職，嫌犯喺今年10月份曾經來澳探望死者。11月12號案發當日下晝，嫌犯從內地離澳，隨身攜帶一把涉案短刀。登記入住案發酒店之後期間，佢又前往澳門中區一個商場購買咗一把利刀同埋一把砍骨刀。同日下晝3點半，死者前往涉事酒店大堂同嫌犯會合，並且共同進入客房。酒店監控顯示，雙方進入房間嘅時候並冇異樣，但係入房只有20分鐘之後，嫌犯致電酒店前台求助。職員到場之後，發現兩人倒臥酒店房間內，酒店房間地板同埋牆身血跡斑斑，於是立即報警並呼叫救護車將二人送醫。經送院檢查，嫌犯當時身上多處割傷，情況穩定。死者當時身上多處刀傷，及後因為傷勢過重搶救無效死亡。司警初步判斷，嫌犯因感情問題事先喺內地準備兇器，認為嫌犯有預謀犯案，案件仍然需要深入調查。嫌犯涉嫌觸犯加重殺人罪同埋禁用武器罪，被移送檢察院偵辦。